繼續來看廿二人人嘅愛心，海角7號嘅桃園愛德森遺體戲嘅天陽水得劇巴來，本單以難忘做主要嘅重建，因為不太水造成以1億元以上嘅損失。不過愛德森還係鼓勵災民勇敢面對困境。另外，一個義工孫業也帶2個多位高數廿二人人用高尚為災區募款，聽說已能重建。我們要盡心盡意地為他們工作。後來一道個健身期到100數到800歲在影響嘅天氣做得做到嘅恢復原來嘅樣嘅。在那過後，孫業發起台灣愛5 800重建家園單曲 CD 錄製嘅發通，帶領藝人用高尚為災區募款。需要的是不只是在災區裏頭幫助他們急難救助，而更重要的是這些救援完了以後的這些災民，他們心裡所受的創傷，身心靈都非常的疲憊，他們需要被安慰，他們需要被關懷，他們需要的是被照顧、被陪伴。海角7號桃園愛德森嘅天然部天陽水得劇巴來，南橫公路就係主要嘅起建地點。不過也擺做風采重建全部看唔到嘅。不過佢還係用影片鼓勵災民，希望社會大眾都能夠一起來支援這些受傷的人，讓他們的未來能夠看見希望，然後幫助他們走過這一段最辛苦的時間。重建工作還係愛動多嘅錢，等到9月台灣愛5 800重建家園音樂錄製完成過後，民眾單槍捐款88元就做得拿到 CD， 所有嘅錢會作為係災後重建來用，聽說災民前進家園。客家新聞綜合報道。